要處理好啲冷飯菜汁，一直以嚟都令到我哋好頭痛。我哋每日都會將好多食剩嘅食物抌咗去，實在好浪費。將食剩嘅餸放入雪櫃，冇錯係可以保存啲餸嘅新鮮，但係又可以擺到幾耐呢？而家好多人都會用全氣食物盒將食物保鮮。由於食物盒將食物同外面嘅空氣分隔，所以食物係可以保存一段短時間，但係食物盒裏面嘅空氣並冇處理到，所以擺咗冇耐，啲食物就會氧化，令到你嗰啲咖啡豆冇晒香味，啲薯片又變到腍晒。你係咪諗住一直咁樣落去呢？究竟除咗傳統將食物擺喺雪櫃嘅保鮮方法，仲有冇更好嘅方法呢？各位咪眨眼啦！即將為大家介紹一個密封儲存嘅新方法，佢就係新嘅 Vacuum Saver 真空產品。Vacuum Saver 產品唔單止可以將食物保鮮，仲可以幫你將貴重嘅家居用品保存好添。Vacuum Saver 系列產品為真空儲存方法提供一個全新嘅生活應用方式，唔淨止係保存食物，仲可以保存好你嘅私人物品。佢唔單止喺防氧化同防潮嘅功能上係一大突破，而且仲具備埋防塵同防菌能力添。而家切開幾個蘋果，等大家睇清楚蘋果接觸空氣之後品質受到嘅影響。我哋有得其中一嚿蘋果全面接觸到空氣，另一嚿就放喺一個普通嘅全氣盒裏面，然後再將第三嚿放喺 Vacuum Saver 裏面。分別好明顯啦！過咗2日之後，全面接觸到空氣嗰嚿蘋果，甚至係放喺普通全氣盒裏面嗰嚿蘋果，都開始氧化。但係你睇下放喺 Vacuum Saver 裏面嗰嚿蘋果，保持得幾咁新鮮。Vacuum Saver 最犀利嘅地方係佢可以將盒裏面嘅嘢完全密封，咁樣儲存喺盒裏面嘅嘢就唔會有機會同空氣接觸，容易變壞嘅食物就可以保存到原有嘅水分啦。由於 Vacuum Saver 保鮮盒可以有效咁防止氧化過程出現，佢可以幫大家解決到好多日常生活上嘅煩惱。大家睇下 Vacuum Saver 可以令你嘅金銀首飾甚至係藥物都可以避免氧化。Vacuum Saver 仲可以防止物品同空氣裏面嘅水分接觸，水分會對乾貨造成影響，仲會令電器失靈添。Vacuum Saver 保鮮盒嘅真空負壓原理係要製造一個為儲存例如粟米片、薯片、果仁同麵嘅乾貨嘅理想環境。同樣，佢亦都可以保存一啲水分比較多，例如係蛋糕、曲奇餅或者甜品呢類食品嘅新鮮。除咗食物之外，其實呢啲真空保鮮盒仲係幫你收藏數碼相機、菲林同錄影帶嘅好幫手。防氧化同防潮雖然係好有用嘅功能，不過 Vacuum Saver 仲係一個近乎完全無塵嘅儲物盒添，亦即係話細菌無法滋生，咁樣食物就能夠保存新鮮啦。Vacuum Saver 獨特之處係佢呢個得獎設計同埋佢獨有嘅抽真空技術。Vacuum Saver 獨特嘅真空負壓原理就正係佢同其他同類產品唔同嘅地方。Vacuum Saver 同一般嘅全氣盒唔同，佢只係需要用一個步驟就可以將盒裏面嘅空氣抽晒出嚟，將食物或者係你嘅家居用品同空氣完全隔絕。Vacuum Saver 呢個曾經得獎嘅隱藏式抽氣泵同真空顯示掣已經喺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台灣同中國獲得專利權。不如而家就睇下呢種咁先進嘅技術點樣為用家帶嚟方便呢？ Vacuum Saver 係全球唯一採用隱藏式抽氣泵嘅保鮮盒。佢嘅用法非常簡單，一般保鮮盒採用嘅人手抽氣泵要好嘥力，外置嘅電動抽氣泵有好大好阻埞，而且用起嚟仲好嘥時間添。內置喺蓋裏面嘅隱藏式抽氣泵可以幫你慳翻啲力，又可以好快咁將盒裏面嘅空氣抽出嚟。有咁方便好使嘅 Vacuum Saver 保鮮盒，仲使乜嘥錢嘥時間去買個外置電器抽氣泵嚟用喎？
Vacuum Saver 嘅內置抽氣泵最關鍵性嘅特色就係佢嘅真空顯示掣啦。用隱藏式空氣泵抽走啲空氣嗰陣，個顯示掣會凹落去，而將啲空氣釋放嗰陣，個顯示掣就會再次升翻起。Vacuum Saver 嘅用法非常簡單，只需要2個簡單步驟就搞掂。第一，將你想存放嘅物品放入 Vacuum Saver 保鮮盒度，跟住冚實個蓋，然之後將內置嘅抽氣桿掹出嚟，開始抽出盒裏面嘅空氣。咁樣就抽咗真空㗎啦。當外面嘅氣壓令盒蓋密封保鮮盒嗰陣，就會產生真空負壓效應。之後無論你幾大力都好，都冇辦法可以打開個蓋，而盒裏面嘅嘢就會完全被密封。想打開個蓋嘅話，只要撳一撳個氣壓釋放掣就得㗎啦。當盒裏面再次有空氣流入，個真空顯示掣就會升起，直至個盒裏面嘅氣壓同外面嘅氣壓一樣為止。呢個時候就可以輕而易舉咁打開個蓋啦。Vacuum Saver 系列嘅每一項功能同設計都經過精心研究，為求要令到用家覺得方便，更加要改良安全設備。當然個外形仲要俾到一種新潮嘅美感俾用家啦。Vacuum Saver 嘅創新設計終於喺2005年獲得 Red Dot 設計大獎。Red Dot 設計大獎係全球認可、高度表揚卓越設計嘅獎項之一。Vacuum Saver 系列產品嘅設計就係針對某啲好似咖啡豆、茶葉、麵包，甚至係數碼相機呢類個人用品嘅嘢而設嘅添。唔單止可以儲存物品，負壓力仲係你醃製食物同縮短醃肉時間嘅最佳拍檔添。真空咖啡罐就係設計優美而實用嘅好例子啦。佢採用咗罐中有罐呢種雙層設計，外層完全透明，俾你見到內層光滑而富立體感。而內層嘅設計亦巧妙咁採用一條窄長嘅透明窗，等你睇到幾時要添咖啡豆，同時又可以保護你嘅咖啡豆唔會俾陽光曬壞。再睇下真空咖啡罐咁獨特嘅形狀啦，其實咁樣拎起嚟會容易啲嘅，而個揭蓋同罐嘴都係為咗方便用家倒啲咖啡豆而設嘅。真空麵包盒嘅長形設計係另一個時尚新設計。長形盒就最啱用嚟放方包或者巨型麵包嘅啦，咁樣就可以保存麵包新鮮。側邊嘅隱藏式手柄方便用家攜帶去野餐或者係去燒烤之類嘅戶外活動。Vacuum Saver 系列產品擁有針對唔同物件而設計嘅唔同形狀同大細，適合唔同嘅儲物需要，而且仲有2種顏色任君選擇。除咗真空咖啡罐、真空茶葉罐同埋真空麵包盒之外，仲有圓形、橢圓形同正方形嘅真空保鮮食物盒系列。圓形保鮮盒分別有3個大細，方形保鮮盒就有2個大細，2種都可以疊放。細啲嗰個可以放到入去大啲嗰個保鮮盒入面，咁樣就可以幫你慳翻好多空位啦。3種大細嘅圓形保鮮盒，通通都可以放得入橢圓形保鮮盒入面。有咗 Vacuum Saver， 你嘅食品同物品唔單止可以同外界空氣隔絕，仲可以存放喺一個真空嘅環境裏面添。Vacuum Saver 無論邊一方面都係嶄新同新鮮嘅，包括簡單易用嘅設計，同佢獨有嘅隱藏式抽氣泵，當然裏面嘅食物都一樣係咁新鮮嘅。Vacuum Saver 一定會成為你嘅生活好拍檔。